前行政院經貿辦總談判代表楊振寧的這場霸凌案，監察院以13-0通過彈劾，專案移送庭改法院審理。這彈劾內容有指出講，楊振寧故意把顏慧欣綁起來，要壓迫一寡人員，讓大家唔敢有意見。楊振寧本人表示講呢，若准管理了傷過嚴，傷害到同仁，伊表示遺憾，也講會配合司法調查。顏慧欣是我們辦公室最重要的人才，也是我們都很難過啊。而且在他生命期間，我們都有很好的互動。前行政院經貿辦公室總談判代表楊振寧因為涉嫌工課場霸凌，經過行政院的調查，認定霸凌有成立，總統府遂發布總統令，甲伊免職，7月7日生效。就算楊振寧已經聲明兩解，否認有霸凌的情形。監察院講，4月2日立案調查，7月17審查會以13-0通過彈劾案，移送庭改法院審理。怎麼看監院彈劾楊珍妮？有跟他聯絡過了嗎？他目前有悔意嗎？還是覺得他也是清白的呢？目前政務人員的防霸凌機制完善了嗎？行政院透過聲明表示尊重。根據監察院彈劾案的文件指出，楊振寧幾下以冒犯性的話公開否定顏慧欣，而且調降弱化伊的角色甲參與的程度，親像調降不愛提供協助的骹手予伊，也閣有調高伊排除顏慧欣參與台美關稅談判實體討論，嘛真事上用高壓、用威脅的管理模式，佇單位內底，互大家全安尼有意見嘛唔敢講。以上種種明顯違反公務人員服務法相關的規定，事情明確而且情形嚴重，應該接受處分。楊振寧回應講，嚴格管理地屬同仁心內無爽快，絕對唔是伊的本意。除了感覺遺憾，嘛會全力配合司法調查，希望找出真相。遲來的正義絕對不是正義。楊珍妮到現在沒有悔意，也沒有道歉，事後還批評行政院調查報告的不公平，搞經貿辦匿名串聯，更在免職後依法照領月退俸。卓榮泰作為經貿辦的直屬長官，沒有注意到顏慧欣的求救訊號，更好像自己一點責任也沒有，真的叫家屬情何以堪？監委葉大華甲王麗珍嘛表示，透過這個案件，甲行政院發聲，應該重視政務人員霸凌防治機制，而且規個檢視經貿辦公室登記的定位、骹手的運用，也閣有任務變組常態化的現象。行政院回應講，院長已經在去年決定增加6個詳細文件，加強談判甲政策協調的內容，會參考各界的建議，持續改善制度。記者綜合報道。